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阿權妹要同大家來分享乜嘅呢？我同大家來分享一件對親族關係來嘅傳統。有得傳統吼，唔單止東西好食，家嘅頭家吼，還加係多才多藝，用辦公咯。佢唔單止會煮飯啊，煮到當好食咯，還個佢還會拍片嘅，會拍樣片，做網紅，還個自家就係啊網紅嘅這個面鏡的人，你看佢幾強誒，要細細個嚟分享佢好，來分享一下親族關係嘅鄉村花園客家傳統嘅頭家曉翠and頭家分享。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崔老板，我是客家米土夾夾來請愛。哦，真的是很會呢，來答數一下，真言動腔誒，有嗰種面粉嘅感覺哦，網紅的感覺，對不對？所以也是訓練很久。哦，真的。第一次面對鏡頭的時候，那個是面癱。哦，但是你會翕入隻樣片，就會想去同大家好好來紹介你嘅傳統，錯嗎？係啊。哦，嗰時候今日嘅節目當中，一開始呀，喺人面前表演東西就唔錯嘅，我帶在下面，我就披到動向嘅，還做唔得實，就係我頭前嘅亞盤婆豬腳，婆豬腳，我當只看過其他嘅可能係德國豬腳，然後佢係用配嘅嘛，用烤嘅嘛，唔過呀，唔係用配嘅，係用婆嘅呢。哦，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冇看過按用規則很霸氣的這個豬腳規拿去婆的呢。哦，我們的豬腳是用老滷汁滷過。哦，那因為滷的豬腳，客家菜常見的。東街看到，還有聽說愛食的。對啊，所以我們就想要推出比較不一樣的。那因為炸豬腳它也是半桌菜都會看得到哦，對，真的就是也是一整隻哦。那我們只是就是有看過這樣的一個料理拿去，我的父親就把這樣的一個料理拿回來，然後用那時候就開始培養滷汁，然後去把豬腳滷得好吃，滷得香哦，然後再去炸過哦，然後那個味道就會很棒。按用老呀豬腳啊，伊咧按太開，差唔多要老幾久才會有米絲。這個豬腳我們在前處理就要花蠻多時間，因為要先汆燙過，然後讓豬腳它比較乾淨。哦。然後在滷的時候大概是，因為我們的滷鍋不是生的，那如果整個去泡到它去滷這隻豬腳的話，它會很容易開花。所以我們的滷鍋它的滷汁大概是2/3的位置，所以那個因為腿的部分肉比較厚，它的蹄的部分肉很薄。那如果整個泡進去滷的話，它前面那個可能就骨肉分離。會避開，按樣就唔好看呢。對，所以我們為了要讓這個豬腳它完整度，所以我們就是會。肉的部分，大腿的部分，它會滷大概2個小時，然後再把它翻面，讓它滷，因為那個時候它的蹄已經稍微有點開花，但是它是白色的，我們就要讓它翻面。那在翻面之後，再滷上色，大概只要半個小時就差不多。按用就做得，韓國愛拿去溫粉的，再個拿去泡，什麼？按用按太開，愛泡到肚後，應該也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吧？對啊，因為豬腳在炸豬腳這個過程中，其實真的是用生命在炸，太危險了。這一塊冰落去就吃到當電影講，因為它裡面有油脂，有含水哦。它在炸的時候，如果你的油是不夠深的話，它會爆，油爆就對，會油爆。哦，好可怕哦。所以在炸的時候，我們都要很小心，就是讓它，然後還要去看火候。對。你剛剛有講到要老呀豬腳嘅本身咩當重要，係用你爸爸傳承下來嘅老滷汁。這個老滷汁，你剛剛用一個詞，你係講培養滷汁是要用培養的，對不對？哦，因為滷汁一直滷，它會越香越純，然後它的膠質會越多。哦，然後所以很多人要它的
就是会培养这个老乳汁。贵妇的那种黏黏的感觉。对。哦，这样就是好的乳汁。还是要看味道啦，还是要看味，因为每一种乳汁它都有不同的用途。那我们的乳汁就是去培养，就是都是用植乳猪脚。你们的乳汁都压下几久哎？大概20年有了。哦，我大概烫到老乳汁，我都觉得很惊讶。真的还不用20年，真的就是你那一锅一直煮，一直煮，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卤，就按用20年。中间有发生过意外吗？有啊，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乳汁是拿进去，就是用完之后。我们放凉就拿去冷冻，那冷冻或者是它冷藏也好，那个因为它里面很多胶质，所以那乳汁倒出来是一整块的，像果冻一样。对，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的火就大的话，它会会黏住，它就会烧焦，那味道就会出来了。那就是会影响到给贵妇的给面食，对，它会去影响那个乳汁的味道，所以我们一定要人去顾，就是你可能那个是本来乳汁就会越卤越少，所以我们会再加新的水，新的调味料，让它不要那么浓稠。对，然后因为你太少，你的猪脚新的它就是浸不到，所以我们就要去。水放下来，调味料就要去顾，对，要去顾，你不能让它黏住，然后火大的时候它就会烧焦，面食就唔错嘅。哇，你看连呀，乳汁都是这么大一门学问哦。跟我还想要来问一下，因为我爸爸係賣豬肉嘅頭擺，古時我去想來問啊，像按用老鴨豬腳，愛破鴨豬腳，有聽說愛用前腳，也係後腿冇？前腿呀，後腿。我们的选用的脚的部分就都是用前脚。古手有固听，一定要前腿。一定是前脚。做嘛该喏，听说要前腿。前脚它的肉质跟那个胶质还有脂肪比较少，所以它比较均匀。但后腿的部分，它脚稍微长一点，然后再往上的话，大腿是。肥肉非常多的，所以那个部分大家都是拿去做烹豚烹台啊，就是蹄膀，对，一大颗那也是以前的半桌菜一定会看到笋干蹄膀，对，就是可能倒数2-3道上了，有些人可能饱了，那个有些打包，那个袋子就已经拿出来了，对。那个后腿就比较适合在做那个蹄膀的部分，所以前腿就它磨宽豆按用就是大肥肥的那个，对，它不会太多肥肉，所以在卤出来它的其实看到肥肉的部分是非常少，对，那就是胶质会非常多。真嘅，講到眼後欄水真嘅會流出來。唔過吼，大家唔是講有辦法做得買一種幸福卡哦，人家等於咧很多豬腳協奏曲的禮盒，這個名字也取得太好聽了吧？我那時候就想說，因為我們餐廳附近就是石門水庫哦，那我們餐廳在起家的時候，我們有做過活魚3吃，所以我就想說，那豬腳現在我的豬腳就是那麼大隻，那現在的小家庭居多，我希望說他們買回去可能一餐吃不完，就會影響它的風味，對，會影響它的風味，而且現在人又不像以前大家庭的時候，就兩三人，對不對？就2-3個人，所以我希望說。他們不像以前人，可能怕浪費，就會一直煮。還有不會，可能就倒退。那你就等大送。所以我就想說，那我把這豬腳分享。一樣是同樣的製程，但是它出來之後，我就先切了。所以做到滷的這個步驟嗎？對，因為它滷好，它就是直接可以吃。就會一炸的豬腳那樣。对，我就把它切片，我把它切片，切片好，真空冷冻，所以
客人第一吃就是回去他可以沾蒜蓉酱，吃加温酱就做得食嘞，就像万峦猪脚老好的嘛，对不对？加热沾酱就可以吃。是的。哦，二吃。第二吃呢，就是我还是要推一下我们自己家的炸猪脚。可是炸猪脚是不可能，你不可能炸好给人家带进去不卡，没办法重现，你给炸糊会失态啦。对我以前这样子，像现在这样子的方式去炸，然后我整只去真空。那时候就是想要10年前吧，哦，那时候就是想要试试看推这个，但是自己在试的时候就是把真空剪掉了，然后那个皮也跟着粘在真空袋上，所以不是很理想，而且现炸还是毕竟比较好吃啊，还是有差别。对，所以我就想说这样子的方式，我就把肉跟粉分开，然后拍成影片，教大家怎么去做这个，可以用煎的，因为我也会去思考说，家里油没有那么多，油用不掉那么多，那回去小家庭他可以怎么比较简单的去做这道菜来做？对，故說人手嘅兩吃哦，還有T3食嘢，休息一下，等下再會同大家來小姐。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要同大家來分享好食嘅東西。雖然我也係帶人做，M 做唔得食，韓國東想食都是動搖。大家可能等下會聽到咕嚕，我都是啲嘅鹹嘅聲音，因為真係太香誒。啊，唔過冇相關，大家好做得同樣，我們的崔老闆。聽呀，這個豬腳協奏曲很有趣的名字。剛剛同大家來分享的這個是豬腳三吃。這個第一吃呢，就係切夾色；第二吃呢，就是調咖，然後你準備好粉呢，不過你做得當簡單地步卡炸呀，還煎的方式嘛，對不對？自己可以重現。喺某個地方做得看這個我們崔老闆的影片，就做得後應用版重現這個好味道。韓國 T3食第三吃是什麼呢？第三吃它的是有一個朋友跟我講說，他就是在滷酸白菜哦，然後加了豬腳哦，然後我覺得他說那味道很好，然後我想說我們客家也有酸菜，去家嘅鹹菜，還有也有酸菜，所以酸白菜是東北的，然後我們就用我們的客家酸菜，對，那也是一個天然發酵，然後的自然的酸味，對，所以就用這樣的方式去熬。所以它是煲湯，對，它是湯，煮高湯的感覺，對，煮高湯。哦，而且它有骨頭嘛，骨頭的味道會。而且就是剛好我就用肉最少的部分，就是它蹄的地方，那個地方其實是膠質最多，因為蹄筋在這邊。骨頭就用這種鋪味肚後，可能東東也沒可以，但是我可以拿去煮湯嘛，對不對？對。啊，煮出來這湯應該是就是膠原蛋白非常豐富，然後米稀又濃厚色。對，它突然就是熬完之後，它有一個滷的那個味道，就是有點有點像煙燻，又那個，然後跟酸菜其實還蠻搭的。哦，對。要就係你去甲開發嘅這個。豬腳協奏曲，取這個名字的用意也是因為，就是我希望它協奏曲的意思就是每個樂器它可以獨當一面，合在一起又是一個很好聽的，所以我就取這樣的名字。哇，鼓手真係非常有創意嘅呀，好上師傅，好上調教。鼓手，那節目當中聽出考你一下，就會想我來問一下人崔老闆，今日應該福喜1米路啊，我來問下吉中有乜嘅好食嘅變化？因為我覺得崔老闆就是很擅長做這個老菜新色啦，對不對？把老菜把它翻新啊，做下無窮用嘅變化。鼓手我就想來問一下，清傳統嘅吉中北埔嘅客家人聽說有食咧，用辦來創新，用辦來做變化喏。
激酱其实我一直以来我就想要做一个沙拉的吃法。因为它就是酸甜的感觉。那因为客家菜里面这种冷菜很少，所以我想说，那我就把一些客家元素加在一起。所以激酱第一个做法，我们就是让那个沙拉它凯撒沙拉，有些人会放那个面包酥面包酥，就是那个上面脆脆的那个感觉口感。那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把吐司酥烤快干之后，再沾激酱，再去烤。古时候给在蛋糕给呀面包。对，这个吐司酥我们已经有加了一点传统的温传统给激酱。对，所以它已经过了，它已经有那种沉香味了。对，所以我希望这一道料理它是比较有层次的，所以不是只是沙拉，所以我在这个面包酥的地方，我又再给它一个橘酱的，给它一个层次跟亮点的感觉。那你这样看可能是普通的，可是我已经加了橘酱。它第一口吃下去，就那个橘酱的香味就会跑出来。然后我又加了客家的咸猪肉。咸猪肉不用多蛋糕。就是咸猪肉，然后其他就是一个很稀松平常都看得到的沙拉，就是没有，这超适合夏天的，它也甜多哎，按钮就会一盘很健康，然后又很爽口的沙拉，有搭配七嘎州给特殊的酱料，对不对？师傅赶快来跟我们介绍。激酱其实那个方式就是像意大利的油醋酱的调法所以上面有看到这个油，对，油是橄榄油，橄榄油，然后放，因为本身它就会有一些醋，所以醋还是要放一些，然后再来就是比例让它减少，然后再把醋缺失的部分用激酱来补足，就是因为醋有些人是用果醋也好，公盐醋，那个味道其实是有时候是死板板的，我们加一点果香下去，就是激酱的部分。就有变化哎，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橄榄油3，然后醋0.5，然后橘酱1.5，它原本醋的部分是2，我们就把它去分散了，把它去调整。对，然后1是酱油，还会再改要一点点咸味，咸味，对，要一点点咸味，然后再来就是蜂蜜，蜂蜜，对，适量的调味。其实我觉得像按钮给姜，就是掌握这种酸甜咸的比例，对，就会很好吃哎。调到七嘎中医跟按钮给 Q 干，对，其实在家里也可以去稍微去做一些变化，因为我常常在影片中会跟观众说，就是，还是要自己吃一下。那因为有些咸，有些人喜欢吃比较咸，对，有些人喜欢吃比较甜。这些东西可以自己去调整，没有绝对的比例。对，也就会创意哦，同大家来分享。韩国我们这个崔老板也很不吝啬吼，大概就地面路风同大家来分享一泡个样片。俺想问呀，拍影片其实不是这么容易耶，韩国就全部会1-3年去家来做哎，你是怎么开始研究跟想为了拍样片那种？其实就是一个朋友，他有在剪 YouTube 的影片然后剪我不在行，那他需要一些素材，然后我觉得说，那我们可以合作，就是我就负责拍，你就负责剪，然后就这样子开始，你自己拍，对，一开始有人有一些工读生会一起来玩，但是主要还是我自己。自己设计写脚本，可以是 hip 哎呦，我觉得很困难吗？一开始不熟练了，一开始都会不熟，而且器材设备那些啊，我那时候就是虾皮看到什么我就买什么。那你应该发动多少钱哦？没，真的吗？还好，就是买一个灯光，然后
那时候灯光还是跟一个导演借，那个就看起来很高级。那你蛮专业的耶。没有，那个是刚好认识，然后他也愿意借我，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想拍，但是他一讲说什么威力导演那些我剪接软体，对，我不懂，所以我说那我只负责拍，然后因为以前有拍玩摄影。平面的相片，所以构图那些其实应该都还算了解跟算在行。那没有影片跟那个又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刚好那台相机可以录影，然后又有脚架，那我们就直接用这样，最贵的器材有了，哇，其他就还好，买个瓦斯炉1000多块，然后。灯光也1-2千，我们就开始拍了。不过其实他还有创呀，他手機按發他啦，他搞个數機誒，全部功能都懂好。剪接软体也都弄得超好的，还有一键剪辑功能，有没有？相片丢上去按，他就帮你排了。对，所以现在这个崔老板妹黑用按有个缝色黑。对，现在就是调整了，因为很轻松了。也一开始也是有点学有。花一点时间。对，因为就像俺都他手机还没有下载过 TikTok， 我们邱老板已经是 TikTok 的爱用者了，对不对？所以就是一直去习惯去摸索呀的手机的东西啊 ，V 同嘛改 V 都会同大家来分享传统好色的东西，韩国好迷是唔但像按呢。唔但像样片要翕好，它跟内容还要有创意哦，对不对？还要从这个内容去发想，有一些特别的企划。对，有时候就是看什么觉得有趣，因为影片教东西，我觉得有些人觉得太单调，那我就要试着加一些比较有趣的元素，所谓的梗，有趣的元素，然后希望如果有人发现，或者是可以有一些共鸣，我觉得也不错。有没有那一条给样片，嘿，你吃都比较受大家欢迎的哪一种企划，大家不会中意？有一次看了一张照片，它是用工具箱做一个吃便当，然后我就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因为我是做客家相关的客家料理，所以我想说，这个工具箱拿来做客家菜的料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旁边有影片在播，在喊呆蛋鸭的这个工地帽，对不对？对，这是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工具箱便当。这个影片你上一次看它有多少点阅率啊？大概8万10万了。但是不是在我的频道，是我投稿的。投稿到，因为那边的资源。这工具箱真的是一版太嘎了，总那种嘎拉货跟工具箱好好笑哦！你真的用这个来做便当？真的。好豪华哦！韩哥，你带它还非常兼顾卫生，你还有铺锡箔纸。对，因为就是怕塑化剂。可是我就是因为有点温度了，所以怕有塑化剂。OK， 理解。所以就是像这样子的影片，有到8万到10万这样子的点阅率，而且鸡蛋糕你还可以用这个客家传统的料理，对不对？对，都是放客家菜。好豪华哦！这个我出去露营应该可以带这个便当，还是那个崔老板要考虑在餐厅卖按有个偏懂，应该蛮有趣的。有啊，就有一个台南的那个也是他们就是炭烤，就是用这个直接卖给人家。真的哦，有人。但是我这个就是觉得好有趣啦，我只还是做好玩的，想要推广客家的一些文化。没错，而且不止想要推广客家文化，唐贡你连那个食材的故事也会去跟大家介绍，透过你的影片，你有去介绍金针花，聪某？金针花，对，金针花是有金针花它的。那个那是我以前在我当兵前去金针花山，然后看了那个老板跟我讲说金针花，然后他的一些经营的想法，他其实蛮激励我的。对，然后因为在拍影片之后，我希望说，我的客家菜是不是可以？我老婆喜欢金针山，然后有一次想说，就我们2个要去花东旅游，然后我就希望说，我可以去买一些当地的菜，然后因为那时候在开始比较在拍，可以用手机再截取一些素材，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们既然这一次出去，
我就可以一边去露营，然后一边去买这个食材，回来跟我的菜色做结合。所以这个你也连这样子的尝试也试过了。故事很快哦，崔老板真的是多才多艺哦。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再来谈起讲故事哦。又轉到復起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新竹關係來嘅我們的崔老闆，會同大家來紹介佢自家做嘅呀客家菜哦。剛才有講到佢唔單槍係咧東腔嘅廚師啊，做出咁多好食嘅東西以外，佢還會拍影片，做呀料理界嘅名廚哦。這件東腔，也係我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佢今日想係來 PK 用嘅吼，啊大家啲阿群妹係吃貨，也頭家咩吃貨，一來共下看一看呀，崔老闆佢做吃貨嘅樣片。来介紹了這道比較創意的仙草皮蛋豆腐，那我們來試吃。剛才有人說這個仙草凍我一定夾不起來，夾起來看，就是吃起來像吃豆腐一樣，但是多一個仙草的清香。夏天到的時候，其實這仙草剛好又對。太好吃了！太浮誇了，好吃到轉圈圈，是不是？這個以前小時候啊，都是周星馳的迷，所以要浮誇一點。對，而且係生你自家做的東西，對不對？仙草雞，這個是仙草凍哦，仙草凍，然後就是直接沾醬油膏，跟皮蛋豆腐這樣子。用咩啲牙傳糖色的豆？什麼豆？哦，什麼豆？這是創意料理，是不是？啊，所以我就覺得師傅嘅腦袋裡面其實有懂得嘅創意料理，根本你咩係有一個新的菜色，是不是？還沒有跟大家分享過啊？這是首次，對，還沒全球首次發布的新菜色，來分享崔老闆同大家來紹介一下。好，那現在就是。頭前那泡泡的黑板條，對，這是板條，板條真的是超好用的，然後就是它可以包很多，它可以炒之外，它還可以包很多不一樣的料理。然後要一份哦。這個發想其實就是像客家菜包。哦，菜包就係拌呢低度包嘅肉皮絲，還有肉啊也得。對，就是香菇跟肉還有蝦米，最重要就是這三個元素。其實這三個元素在很多料理都看得到，對。那我就是想說做客家菜包，然後因為那個糯米粉，如果真的要好吃的，就要自己泡米，自己磨，自己磨，然後讓水再把它壓出來，然後那個還要過一個夜，然後就是對一般人來講太難做到。所以我就是因為一樣，同樣是米食。然後我們就煮了菜包的內餡，然後包在板條裡面。呀，菜包的內餡底度有嘛？個黃黃的個黃底度係嘛？就是菜頭，還有那個開陽蝦米，還有肉絲、香菇絲，對，炒啊，對，炒過。炒過還有板條會整過嗎？板條要蒸過，蒸後。如果它冰過的話，那個米因為它是純米，冰過它都一定會硬掉。硬的。對，要蒸過。延展性就不好。對，所以蒸過它才會軟，才會 Q。對。古時候也係蒸好嘅板條，同炒好嘅肉皮絲，還有肉啊、香菇啊、蝦皮也掉。它還有喏，用板做，當做的用板條拿來做像菜包用嘅東西喏。那就是我們把它炒完之後，然後。我們把它就直接包進來，直接包進來，就按用壓一紮，按用不用落去，各位喏。因為我沒有用得很細，就是我想要保留它的口感。其實我們一般豆腐卡做面，是做都很仔細啊，包含切的肉片嘞，一樣是可以保留口感啊。不過黑豆腐卡有肉黏噶，可能就都會切它油的，對不對？看自己的喜歡。因為蘿蔔如果是把它煮的時間有點
好可爱久的话，Q Q 的，它就不会那么硬，它是软的。好简单哦，所以就按钮就走哎，对不对？对，这样就好了。哦，好。那这个汤汁，如果你想要讲究一点的话，你就是稍微再把它勾芡淋上去。我看你这边还有酱嘛，这个酱就是汤汁拿来勾芡的。对。勾芡完之后再把它淋上去。对，为什么要勾芡？就是因为它的皮是滑的，你没有勾芡扒不住这个酱汁。哦，温唔上去就错的啦。但是我觉得师傅你真的做一的创新的客家菜啊，真的可以干够你绞尽脑汁哎，你应该很热爱客家菜吧？对，因为我本身就在做客家菜啊，所以我觉得我想要推广。师傅 OK 了 ，OK 了，不用包好包满，师傅停不下来，我很想要继续问他问题。好 ，sorry。对，所以师傅你从小就懂好是客家菜，古时候小时候就决定好，坚定志向要接受爸爸给传承的嘛。大概是专科的时候。哦，那也是到蛮大的。对，因为小时候5年级我转学回到关西，就是觉得语言不通，对，语言不通，所以我没有小时候就生长在客家庄，所以我的客家话没有那么的流利。那5年级转回去的时候，是因为爸爸想要，我的爷爷过世，爸爸想要照顾奶奶，所以在关西开餐厅。对，然后就是觉得餐厅的这些菜客家菜怎么都不好吃啊？真的吗？最好吃的是我们的点心银丝卷，但那个又不是客家菜。可是小孩子都爱吃这些嘛，对，所以慢慢就是接收到一些东西，然后长大口味也比较开广，开阔。第一次就是小时候，我们家另外一道招牌菜叫做仙草鸡汤。我们以前吃就觉得，仙草鸡怎么会有人这样子炖鸡汤？可是长大之后再去喝这个鸡汤，就觉得好好喝哦。对，这都是一个成长的转变。对，古时候就接手爸爸嘅传承，韩国开发出很多新的菜色，就像传统客家有颜色呀、凤肉啊，嘛该玻璃菜凤、冬瓜凤、富瓜凤啊，这全部都有。但是呢，这个我们的崔老板又把它变成了一个新的创意料理，它叫三丰。对，三丰。三丰。我比较贪心，所以把3种丰的客家冬瓜丰、苦瓜丰、高丽菜丰都加在一起，就一道菜有3丰。对，有3丰。哦，这样也可以。可以啊。哦。因为它的肉都是一样的。对。我们就去这样子把它排得漂漂亮亮。古时候天时给条前的观众朋友，黑讲大家想要看看认识的崔老板哦，就可以这个上 YouTube 嘛 ，YouTube 可以看两个样片。乡村厨房。乡村厨房都得看两个样片，韩国呀后上人手机都会有个 TikTok 没看得到。做的。哦 ，TikTok 要搜寻关西老锤。哦。关西老锤名字不一样哦，他很用心，他有分流不一样哦。关西老锤的 TikTok 做得起未到，希望佢发直接去传统起名。做得哈，起名做得是到好食的东西。做得。哦，呀，按后上嘅调价吼，技术又按好，厨艺又这么好，汉白对人嘅传统有嘛个规划冇？客家菜其实就是它已经。有一些东西它已经定型了，所以我比较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以前开始慢慢爱上料理之后，然后才知道原来有一个东西叫做无国界料理。哦，对，那很多元素其实都可以拿来用。就它不局限，它就不会去局限到它做菜一定要怎么样1、2、3、4。我可能2、1、3、4，对，就是去做一些调整，把一些元素。最重要就是顾客他喜欢，然后你的一些创意，然后最重要的来就是它好吃，然后客人也喜欢你这样的变换，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汉白兄为了挑战从客家传统传汤变成无国界料理，对，就是会加一些不同的元素进来，像今天的那个
沙拉就是有一些这样的类似这种感觉，对不对？好，我们敬请期待这个崔老板啊，佢有动到嘅想法哦，唔但抢啲啊样片地度，咩都有嘅传统地度展现到动到哦。古时候乡亲朋友，迄讲有限嘅花基地去新做关系，去食崔老板嘅料理哦。今日谢谢我们的崔老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谢谢。没什么，电视机调前观众朋友嘅舒看休息一下，共下来做运动哦。福起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網站，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